网加青山宫的枪击案造成一个远近仇情，和全台湾着惊。首先，之区台北市治安大红灯，台北市议员真惠主动开记者会，质疑讲警方处理方式甲对乌帮这个侦办的掌握无够。警方表示讲，目前静态资料拢有当掌握，也过动态资讯呢，目前还佫加强。实际上，今年4月10月11就展开全国性的扫黑行动，并且已经抓到269个嫌犯。刑事警察局长李世豪表示讲，会继续扫黑。台北市网甲19号发生枪击案，互全台湾拢惊到，这已经是台北市这个月第3件和帮派有关的枪击案。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曾惠珠针对治安问题开记者会。你说的大胆用枪，说到哪里去了？你有没有 SOP？ 为何不开枪？人质的生命为第一。我们警察的基本就是谈判为主，攻坚为辅。议员质疑警方对乌帮的侦处掌握无够，警方表示动态侦处需要加强。在动态情资收报的部分要做加强，也就是说，要针对黑道帮派他们的堂口据点而引申的这一些不法行业或是营生的部分我们都要做一个掌控。事实上，警政署和台湾高等法院对10月11日开始进行扫黑专案，到18号为止，动员7148位员警，抓到嫌犯269个人。积极的来铲除他们的不法利益，透过第三方警政来行政干预，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斩除他们的不法利益。全台湾直直发生枪击案，首先之区台北治安嘛大红灯，将神经线嘛变啊真红，要尽全力来抓不法分子，尽全力来扫黑。华视新闻看起来，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